镜头转来到国内，2018年桃园平镇的敬平工厂大火，造成6个消防员甲2个义工过身。因为被告真多，含家属和解，而且有关上千万互消防影响全户甲外籍劳工，所以这桃园地方法院是宣判讲，依照业务过失致死罪，判董事长等6个人3个月到8个月有期徒刑。不过检方是认为讲这判伤轻啊，要提起上诉。时间等到2018年4月底，桃园平镇敬平工厂有一场大火，隆重达走6名消防员甲2名义工的性命。董事长因为金顶6位主管方进定方便行事，使用较会烧的材质风管，搁伫防火警精简维修建筑。桃园地院以业务过失致死罪处6个人有期徒刑3至8个月，缓刑2至3年不定。本院审酌被告6人犯后均坦诚犯行，并已与全部被害人之家属达成和解，而且已经赔偿完毕，犯后态度良好。针对敬平大火判决，地检署是认为本案火灾并不是未当避免，是因为被告等专业经纪人长期疏忽公安，所以发生重大火灾。也公告过去类似案件，宣告刑度99%达到7.5个月，相关刑度达到4年2个月。认为地院轻判有轻重之嫌，会依法提起上诉。造成8人不幸罹难的重大灾害，却法院只有判处3到8个月的有期徒刑及5万到50万元的公益金，显然失去比例原则的考量。针对法院的判决，本局表示尊重，也尊重地检署上诉的职权。消防局对判决表示尊重，也毋过也呼吁依据内政部针对敬平工厂火灾全方位专案报告，有关对地区的完整性、违规扩建、占用防火隔离、甲制定排气风管材质、参定期清理等事项，建议确实执行，以降低人员防救灾风险。我们可以看到从，这敬鹏大火发生之后，敬鹏公司在111年的12月仍然有这个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相关的记录。相关工作权益促进协会也认为判决过轻，提醒敬平应该伫劳工职业安全、甲工厂安全上做相关的改革，也公告为敬平到平安大火拢显出工厂防灾措施改革是袂当等，应该做相关法律修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